行李。我叫你守柜台，你怎么可以离开呢？找行李是行李班的事情，你揽到身上干什么？程峰，来，来。哦，你对业务不熟，但是先坐在这儿，应付那些询问的乘客。哦，他们会问些什么问题啊？很简单，都是一些有关票务的工作。哦，你很清楚，这儿很多人坐飞机都是第一次，很多程序都不是太清楚。那这是手册，你要有什么搞不清楚的，你就查查看上面的解答。哦，是。怪了，那个程峰不是被退训了吗？就是啊，就是。你们不会是看错人了吧？绝对没有看错，就是他。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搞的？难道他的后台真的很硬，怎么死都赶不走？就是嘛，太奇怪了。安妮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看那个程峰到底是凭了什么？人家退训就回家了，他可好，退了训又混到地勤里去。行，没问题。对乘客要抱着最大的热诚，招呼语：“您好，我能为您服务吗？”“您好，我能为您服务吗？”“小姐。”“哦，什么事啊？我能为您服务吗？”“不，您好。”“我不好。”“怎么啦？”“你们把我的行李弄丢了。”“不会的。您等一下，我帮你查一下。等一下。”“查呀？你倒是查呀，怎么不查呢？”“请问你是哪个航班的？”“北京到青岛，那个 FE4652。”“您的大名呢？”“高塔。”“我帮您问一下。”“怎么样？查到了没有？”“目前没有人接，不好意思。”“到底这些运行李的是干什么的呀？”“这样好不好？真的很抱歉，不如我带你到行李间去查，这样比较快，好吗？”“哦。”“你跟我来。”“快点，快点。”“请。”“请问你是不是要划票？”“不是。”“那请你到服务台，服务台那边会有人为你服务的。”“服务台那边没有人呢。”“思贤，麻烦你把这个卡发给熟人啊。”“这是什么？”“这是我开的。”“不是，是韩凯的新店开张，他呀想请大家来聚一聚。”“什么店？”“小小的杰斯霸。你也听说韩凯跟安琪的事了吧？”“当然知道了，就是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。”“反正没有班呢，大家就都过来，好好的热闹一下，这样韩凯心情就会好一点。”“好，没问题。”“那麻烦你了，我再去发给别人。”“好。”“哎，安琪，这给你的。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。”“哎呀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慌慌忙忙的，看一下，用不了10秒钟。”“我不会去的。”“哎呀，安琪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事你也有份呢。我不用这么忙的，去嘛去嘛啊！”“我还有事，你先去吧。”“哎，安琪。”“不行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成功是人拼出来的，加油，程峰！”“程峰，要我送你一程吗？”“思贤，你今天不用飞啊。”“我刚下飞机，听说你今天支援地勤，我来看一看。”“谢谢你啊。”“好重啊！”“今天还行吧？没盖错章吧？没跟乘客指错岔口吧？没弄丢乘客行李吧？”
程峰，怎么了？啊，这些行李要送哪儿啊？我帮你送过去。12号柜台。怎么了？你穿的可是飞儿航空的制服啊，怎么弄得脏兮兮的？而且看上去还那么没精神。别提了，行李让行李班的人给弄丢了，到处查都查不到，人都给气走了。后来我上事务间去翻，才总算让我找到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先把这些行李带回服务处，等下班以后呢，我再把这些行李送到柜台。你知道人家住址吗？知道啊，他给了我地址。干得好，陈峰，为乘客服务啊，就是要这样。嗯。你去哪儿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帮乘客去找行李了。我叫你守柜台，你怎么可以离开呢？找行李是行李班的事情，你揽到身上干什么？对不起哦，我以为应该为乘客服务的，所以我就……样样事情都有分工的。今天的这件事情，你应该找相关人员来处理。程峰，我知道你热心，可是光热心没脑袋，有时候反而会坏事。这里我来吧。是。你今天就到此为止。收拾一下，先回去吧。明天早点来。记住，别再犯错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程峰，哎，在这里呀。思雪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安琪姐，我送程峰回来，顺便来看你。谢谢。好啊，你们先坐一下，一会儿我给你们下面食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思琪啊，阿姨的牛肉面很好吃的。啊，是啊。好。走。